有民众到台南一间连锁本土羊肉店开150块卖中昼顿，所发现内底只有几片肉尔。民众感觉真离谱，上网络大文 complain。对此，店头表示，国产的温体羊肉原底量就较少，加上一寡人事成本计效原本就会较悬。 来到台南一透早食一碗烧火火的羊肉汤，互身体拢烧起来。也毋过最近网络顶头就有民众刊文，讲过年期间来到台南一间连锁的国产羊肉店食羊肉，开150块买中昼顿，等伊厝里拍开，煞看到几片肉尔，互人感觉受到欺骗。啊，你本身伊这个现老啊，伊这个现大的啊，甲一般冷冻的无共款，伤贵咯，莫伤接食，咁着。计小你嘛感觉拢 OK 嘛吼？ 还可以啊，对啦哈，就做生意的赚唔加米啦，计较较济啊。实际来到这间店，头家先提出药物残留的检测认证，佮提出市场平均的计价。国产的温体羊肉原本量就较少，1公斤要430块，佮加上人事成本，计价本地就会较贵。羊肉若炒过，看起来嘛较无遐饱甜。业者强调，并无欺骗民众。 国产羊肉只有市占率10%而已，所以量少价高。爱北台哦，你抬缸哦，有些人吃到的是混杂其他的肉品在里面，都吃不出来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刚刚讲要单以价格。面对网络的刊文，业者表示实在拢是做良心的，介绍也拢写甲清清楚楚，民众会当自由选择。也毋过一份炒羊肉闹出遮尔大的争议，业者恐惊嘛料想袂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